贱人，竟敢出卖本宫！忘了是谁提携你到这个地位吗？然而正是华妃这句话让皇后抓到了把柄。大家都听到了，是华妃自己说的，曹贵人过从亲密，因此曹贵人所说句句可信。很快，华妃的心腹向组织交代了全部罪行。虽然皇上恨不能将华妃卖到非洲当宠物，但一想到华妃曾经有恩自己，最终高举轻放将华妃幽禁在了翊坤宫。至于年羹尧，则被皇上贬为了看守城门的士兵甲。岂料老年还是一个将种，居然穿着黄马褂在城门口站岗，这分明就是在指责皇上忘恩负义。如此一来，可就触碰到皇上的逆鳞。既然年羹尧不想活那么朕就成全他。于是，在雍正4年初，皇上给大舅哥罗列出92条罪名，最后赐他自尽，给他留了个全尸。随着年氏一族没落，谁看到华妃都想去踩上一脚。谁这么大胆，看见齐贵人也不行礼问安？我以为是谁，原来是华妃娘娘。可是娘娘健忘，总还惦记着自己满门荣耀。皇后如何，婉嫔又如何？不都是我当初的手下败将？更何况你只是依附在他们身边的一个小贱婢。瓜六讽刺华妃落魄的凤凰不如鸡，不过华妃却罕见的收敛了暴脾气，只因今天是大哥年羹尧的头七。然而曹贵人却将华妃祭拜的是小题大做。他说某人公然在皇宫给罪臣烧纸钱，不仅违背皇上旨意，还触犯后宫的禁火令。以上种种都足以证明华妃有谋逆之心，并强烈建议皇上立刻处死他。可曹贵人的一番话却让老四心生厌恶，毕竟华妃和年羹尧曾帮自己登上皇位，再者他曾是华妃身边最忠实的哈士奇，如今却反过来要求处死华妃。像这样反复无常的女人不留也罢。接着太后便按照皇上的意思，派人在曹贵人的饭菜里放入了致命物。很快，她在毫无前兆的情况下毒发身亡。而华妃看娘家被满门抄斩后，她顿时也没了活下去的勇气。于是她决定拉上甄嬛一起共赴黄泉。随即，华妃重金收买了一个公公，企图放火去烧死命中的大克星。姐姐，想看年世兰如何自掘坟墓吗？而得知消息的甄嬛却不急不忙，甚至还帮着华妃一起放火。要做戏就要做足全套。没想到眉庄狠起来，连自己都不放过，不仅给自己涂上了锅底黑，还故意烧伤胳膊，增加事件的真实性。随着火势越来越大，皇上也赶到了现场。在经过一番爱的教育后，公公立马承认是受了华妃的指使。同时，甄嬛和瓜六还在一旁煽风点火，所以皇上这次对华妃已经失望到极点。年是打入冷宫赐死，皇上果真这般无情。纵观后宫所有女人，其实最爱皇上的恰恰是华妃，可惜恋爱脑的她硬是将一副好牌打了个稀巴烂。不然此时甄嬛不请自来。当华妃看情敌前来，她瞬间收拾好心情，她绝不能让情敌发现自己颓废的样子。或许这就是华妃与生俱来的性格，哪怕处于下风，即使情况再怎么不利，她都要表现出强势的一面。若不是年氏一族居功自傲，任意妄为，又何至于此？甄嬛说的一点没错，倘若年羹尧有政治眼光，他也不会遭到清算成为历史的罪人。至于华妃，纯就是自作孽不可活的典型。所谓人前留一线，他日好相见。然而在华妃的字典里却没有任何关于人际关系的解释，而华妃就是一个行走在皇宫的炸弹，所到之处皆是骂声一片。因此当华妃失宠时，人人都在落井下石。此时公公带着自尽的圣旨前来宣读，然而华妃却仍然对皇上抱有一丝幻想。没有皇上的圣旨，我绝不就死。